完，老师甲学生做伙来提保障。哇！好，今摆请老师甲学生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台湾好球队。好秀啊！好秀啊！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？我是恩文雅，我是林心怡，我是林心薇，我是陈秀华。哦，我今日要来提保障啊！哇，啊老师你到？老师。啊老师你这啊，想讲你这白少年你是？哇，秀华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请问老师你是教倒一个科目的？我教台语。呀！啊，咱保障敢收会掉？既然台语老师来到现场，咱是不是把该学一下？好。哎，老师，既然拢来到这，你是不是通啊？甲阮细细教一节课，对。互阮搁了解一寡台语。哦。上课啊，小朋友好起床啊！上课，起床，上课。来，最好食。这个人听。哎，今仔日老师要甲恁教一句咧客家话，叫做“A 人爬厝顶”。A 人爬厝顶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即马我要邀请2个小朋友起来画图。好。 两位小朋友去画来，2个小朋友来，一个画一间厝，一个画人。画人，厝跟人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爬厝顶？嘿 A 人爬厝顶。就是我伫爬厝顶。我伫爬厝顶，什么感觉？你是狗啊吧？我伫爬厝顶。中文准对。哎，对咩？因两个会使，你袂使呢。来，得下这2个小朋友。哇！哎，好，来，下等来，加坐。来，小朋友，你看这一间厝，一个人。啊，是。伊要爬去你厝顶，欠一个什么物件？欠一个。欠钱。就是一个推。 欠推，欠推啊！伊要爬去你欠楼推啊！你欠推，我欠推，是从推迄个推哦。是这样。哦，楼推哦。对，咱唔免直接甲讲你欠拍，你就是会使讲你 A 人爬厝老顶。师，欠推，欠推，厝内无立电火烧，厝内欠笑，欠电，俺是欠笑，欠小欠电哦。欠电，就是欠人电。老师，嘿安尼我有一个问题哦，我真趣味咧，是安那咱一个开始上课时阵，你讲啥坐好正，我来讲得人听。咱下课的时阵，小朋友拢伫外口佚佗，是。啊，伊会佚佗了足欢喜的，啊，坐袂掉地，所以入来的时阵来教室，咱就先甲心情静了好势，静落来，对，要互因静落来。对。老师，我感觉你上课的方式超好耍的咧，小朋友你敢有介意？哦，你感觉倒位好耍？去你画图，去你画图啊？老师伊真用心，伊会去设计讲，咱通啊做伙，袂讲敢若你伫讲，啊，阮就敢若听，这种感觉。就趣味的嘿啦，较趣味的方式，咱看我就甲物件记起来嘛。安尼好，安尼记开掉。就记起来，就亲像来咱这个节目耍游戏的过程，就甲台语学起来，你讲对唔对？对。赞，老师，嘿，真正足多谢你甲阮教这节课，好安尼就互恁来提保障。啊，恁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看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哇，吼吼！来到这个关卡，想袂到老师徛伫上重要的位置，第4第位啊。 4位上困难的哦。紧张的，我敢袂？足紧张。我感受袂出来。好，来看觅啊，咱的题目。你爱讲出符合条件的物件，来安怎来提分数？6题，通啊摕1块大片；12题，通啊摕到2题。好啊，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哟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来喽！第一个题目，看球台。阿伟啊，阿伟，新5点2啊，什么？好来，看起来是文具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太真济啦。好来，文具。笔。加多，啊，加多水。笑。笑。哇，
哎，二胡啊，水啦！来，来那，个公平啦哦。今晚我来规定老师一届讲3个，才有算一关。蘑菇树，蘑菇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蘑菇啦，哎，运动用品啊，运动用品，应该真侪运动用品。不要紧。好，运动用品有啥物咧？打球，对，球拍，球拍，球拍啊，球拍嘛算你着，球杯、球拍、野球。野球，哎，安全无？运动用品呢？运动用品。老师，足多啦，运动用品足多运动。打球，打球。一条的老师。勇气啊！ bonus 来啊！我跟你讲，bonus 是爱指定你倒一个位哦，倒一个地步，压起，水，压起才有准绳。来，来，爱压起哦。来哦，压起，是。哎，别讲，我给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压起，请讲。吉他，记得，拼啊，拼啊对。小提琴，小提琴，琴。很啊，嘿那哎呦，是啊，bonus 给你提啊。一个。哎，等我一老师今年这样也厉害，今摆进来个。用品，还是蘑菇。哎呦，蘑菇。来蘑菇 MD 阿爸， ，MB 阿爸，可以当讲啥？水菜。水菜会使，好。颜料，色料，色料好。菜色笔，彩色笔，蜡笔，好啦，你拢讲两个啊，无搁一个。搁一个有啊。头先球拍你哪讲？球拍。你头先讲球拍嘛，其实较正确讲法，咱是讲球杯。咱做伙念一解。球杯。好啦，其他就无啥问题啊啦。哎呀，足强啊咧16题， ！16题。他能摕2块大片，嘿佮加上迄个 bonus 3题。哎呦，三题。哦，来，拢会用的，把你们大刀拢会用的。一关就讲摕3对题，诶，足强的第一关呢。第一关。咱唔讲硬性命拼嘛，较摕2题尔。因为规集摕2题尔，你哪一个讲摕3题啊？袂歹哦。咱可能题目爱调整一下，迄难度再较提升，好无？来哦，准备接触，现在讲。少人有同款，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，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把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探险队，恁讲有阮这干巧啊？我是讲。恁讲有阮遮巧啦，嘿嘿，啥人无共款？我甲你讲，咱已经派出咱这下最这最上干巧的人。你形容感觉怪怪哦。哦，伊的面上看是上巧的，毋是上干巧的。我甲你讲，这个关我以前足期待你来算。啊。你是不是有感觉一寡压力？有啊，敢有压力？你两个呐，敢若生做淡薄仔像。你姓叶嘛？对啊，你是上谁啊？是啊，啊，你先相信报道的，像是相信来到这个世界。我是哥哥，哦，你是哥哥。哥哥。我是弟弟，因连目镜拢共款。对啊。是呢。少人无共款，啊，因就是无共款，啊，毋过小可共款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若赢超过阮1分，才有1块大片；赢超过2分，才有2块。好，了解吼？了解。来哦，抽牌咯！开始来，厉害！哦，这个。你比较快，我第一个比较快。哦，我看下。我来哦，夹给你。哎呦，好。那要开始哦。开始啊！好，第一位开始。是教室，伫咧教室的看到是无？伫咧教室的看到。好，第二位请讲。咱上干巧的。伊有真侪色水的笔，啊，伊有真侪色水的笔。哦。哦，第二位讲真侪色水的笔。第三位。写字，顶管，写你顶管。第四位。伊是黑色，啊，伊是黑色。伊是黑色的啊！
这清楚好，啊。那准备要第二轮开始好啊，来第二轮。老师会用哦，老师会用。老师会用到。敢若老师会用到。好，好，啊，再来第二位，干巧的第二位。伊是长条形的。哦，长条形的。哎，老师会用粉笔写字顶管。粉笔然后写伫咧顶管哦吼，啊第四好，位，第四位。来，伊会当切掉顶管的伊。到七条顶管的你。顶管你会当切掉。第一位讲的是，一开始是讲伫咧教室内底，啊老师会用到，对吧？好，再来第二位是讲伊的这个边的足侪色水的，啊伊是长条形的。长条形，好，来第三位是讲，这个顶面会当写字，啊老师会用粉笔来写。粉笔哦。哦。再来第四位是，啊伊是黑色的，啊伊若写在顶面时会当甲切掉。哦。好，安尼各位朋友，写人无赶快。哎！赞！哎呦。哎呦，再赶快吼，就是这个黑帮。好棒啊，无赶快的，迄个麻烦你举手。就是我。嘿，啊，你拢搞对，你哪感觉是我？你哪感觉是我？因为讲哎，讲用粉笔，用粉笔哦，用粉笔，对啊。对，啊，伊是讲黑色的。黑色的好，笑。就共款啊。啊，你就选我。啊，毋过伊也无讲啥，你哪会无爱选伊选我？因为你讲有就这些就在色的笔，粉笔无足一色，高端的人就敢若通摕到1分，因摕到3分，所以赢我2分，所以通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等下去摕。然后你看看大碟都一即摆啊，即摆5第2啊，5第2。足强的呢，马上干妈做鱼。你竟然无甲收好掉，哪样的啊？袂歹哦。不要紧，咱尽量甲收起来。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搞。Just do it！ 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哇哇哇哦，刺激的哦！哇我跟你讲，这关就要真正要靠家己啊嘿，就是要看你平常时的实力安怎。我跟你讲，5分， 5分，你哪有5分？5分就1块大片，10分以上就2块大片。你就尽量哦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。第一个题目，音乐题。嘿，两只海花，两只海花，咬受水，咬受水。一只目睭圆圆，一只巴肚肥肥，要食鱼，要食鱼。哎呀，好，请问一下，我头拄仔讲，一只目睭圆圆，啊，另外一只安怎？另外一只安怎？巴肚肥肥。巴肚肥肥，对唔对？对啊，恭喜你对啊！袂因为你歹哦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唱一届。来，开始。嘿，噔噔噔，来，两只海花，两只海花，高手吹，高手吹，一只目睭圆，目睭，一只巴肚肥肥，哎，要食鱼。要食鱼，要食鱼。哎呦，水哦，你歌词好记诶，好记。足好写诶。安尼，你既然对啊，摕到发条，你就有机会。通啊选，看要倒一工。选一个，啊，选来哦，你尽量选，有5分，有4分，有3分。你先看要倒一位，你先甲村长讲，这位，你要中。倒一位？为什么选这位咧？因为这位是你的头的。你就对我头，离我头上近就对啊。好，
，Just do it！哦，加油哦！结婚呢？加温。这凉的，你会使转去。今年会摕到3分，哇！哎，算运气袂歹呢。我想看卖啊。哎，刚才哇，秀华老师，你来了。对我来看卖啊，要考秀华老师倒一题。较困难呢。那玩笑的时阵，拢会又袂猜哦。啊，咱就是要来考老师袂猜。咱即摆来看卖啊，安怎甲老师考咧？袂猜题。一个老伙仔老哀哀，厝前厝后煲米苔，养一个动物。哦，老师咧生活通常一讲出来，应该都爱知影。动物了，小可有感觉哦。凊彩又一个，哇，那小困难啊啦。我有够欢喜的。咱总是有一个互老师收掉啊！较疼，所以这动物伤难啊啦，迄高啊！好狗啊。老师的答案是狗啊，对唔对？高啊！好狗啊。老师的答案是狗啊，对唔对？啊！啊，来，跟老师小讲一下。老师，答案就是猪猪，啊，猪猪的皮哦，撩撩，敢若老人的，啊，这个哦，米苔就敢若哦，猪猪网共款，所以就是猪猪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好了，老师多谢你。多谢。来，后一位同学。陈伟，啊，今日来算嘛是拢讲台语，所以考的就是台语题来咯。小朋友，麻烦你把我的外套摕去烫树挂起来。请问一个，烫树是啥物啊？烫树拢挂伫咧倒位啊？讲台语哦。沙毒。三毒，对唔对？啊，你看，烫树对啦，安尼对。家具遮济嘛，叫你摇着。三毒烫树来解说一下。对，其实吼，烫树就是三毒啦。啊，这个烫树吼，就是对日语来的外来语，安尼知影无？对啦。啊，你敢知影个对日语来的外来语有啥？啊，互老师先讲一个。落来吧。落来吧水，马古米啊，哦，安尼有啊，安尼有啊，有够吼。好来，你选一个。来，选一个。有5分嘛，有1分，哈，足歹选的，足歹选的。要选这位。Just do it！ 哦，啊，有1分。 1分尔，好，还有一个机会哦。加油哦！搁1分就会当一块大片啊！君啊，你过去敢捌算过有2张图啊，放做伙啊，你找迄无共款的物件找出来，你敢捌算过？即马就是咱这题，看找唔到的这题是安怎来算的？阮妈妈带我去菜市啊，买我上喜欢的柑仔。转来的时阵，买一皮互我食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倒位念唔对啊？买一瓶，买一皮，好，买一皮，伊感觉是唔对的，到底伊选的这几字对唔对？哇，哦，有对去啊！为什么？啊，这够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是量词无共款，量词哦。一皮就是会当用伫个金蕉，也是乌鱼子。啊，若是用柑仔，爱用1万，买1万1万啊！安尼有了解哦？了解。了解。好，来，请选。请选一位哦。虽然你已经离2块大片无啥机会，啊，毋过哦，分数愈悬，迄个期末字会愈好。好，这位。这位哦，好，来，Just do it！ 2分啊！啊，1分嘛要碰个遮大力啦哈！好，安尼加起来，啊，拄我5分。 5分一块大片咯啊！没啦，算嘛袂袂歹。歹，选到一块大片，剩2题真够啊啦！一块哦。哦，后壁拢会王者，剩一块无人摕到啊！会当选，会当选。当右来哦。来右来，好，杨吉哦，哇，有老师带头，这个成绩非常的好。有赞啊，。毋过敢摕到宝藏呢？现在啊！
好看。老师带这个囡仔来，哦，分数拢遮尔好，第大片呢。啊，请问一下，老师恁敢有想要耍位？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我看你徛这个位置是秀华老师，你要来背是无？是，伊拢派我出来。安尼，张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运气的部分，无问题。有压力哦。有啊，好，第一届老师来挑战，带小朋友来挑战，敢摕到宝藏嘞，请背。来哦来哦，紧张紧张哦！水啦！来，老师加请。哎，刚刚得到的是趣味嘎嘎水车来哦，颁奖哦。哎，唔对，啊你敢要摕枪大鸭要出来？就是这大鸭。系啊，贵宾乡来就是无共款。来，恭喜啦！哇，来，这边。哇，这汤家己倒，啊，个汤有迄落水车的功能，敢若真趣味哦。伊这是用压力的，嘿，放水来。气压对对。气压。哦，啊，真好。真好哦。有老师带无共款，老师其实你平常时你家己你教台语，啊，你过来参像阮这种较趣味的台语节目，你家己的感受啥款？恁互我足济灵感，对，这种灵感足济。灵感，哇，你太好啊！系啊。啊，星爷你的感受啥款？今仔日算起来。就趣味的，哎，啊，来坤啊，你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足紧张的，紧张哦，啊，不过你敢若紧张尔。有一点欢喜。欢喜欢喜才一点仔尔，啊，不过紧张足多的。一定有快乐啊，看伊的笑容就知影。笑到就欢喜安尼。阿伟啊，耍的时阵就欢喜的，但是老师背背的时阵，背的时阵，时阵我就紧张。哎，真正，你著家己的命运交伫别人的手头共款。哎呀，心中被泡菜。感谢恁做伙来参与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。